今日咧，其實咧係 New Era 同呢個香港棒球代表隊咧授旗典禮咧嘅棒球同樂日啊，所以咧都多謝 New Era 邀請咗我過嚟咧，就話棒球啦。相對咧成功，我哋話用一個 T 咗就最初學嘅時候就可以用呢一個棒球，其實有投手噶嘛，咁其實就應該會有人掉個波過嚟，然後就要去打嘅。咁掉過嚟打就會難好多嘅。咁陣間如果你哋要玩嘅時候，可以試下睇下你究竟即係有信心嘅。其實譬如你根本你當打你話乒乓波個波喐緊走過嚟，其實我都係望實個波撞，就唔好諗住支棍咧好似好幼咁樣咧，我就要特登點樣嚟到去瞄。其實冇嘅，你都係望住佢就撞埋去。Emily 又喺度準備緊啦 ，Emily。Hi。做好朋友，頂你，終於都翻嚟啦。睇你自己覺得係咯。面對失敗遊戲，係經常都會失敗嘅打棒球。面對失敗遊戲係好難中嘅一個遊戲嘅，不過玩一下就會玩到㗎啦。耶！過嘅喎，記得。哇！哇！玩真嘢，係咪好玩好多先？打到啊！哎呀，爭啲啊，爭啲啊 ！Emily 睇下對面嗰啲，對面嘅學員全部踎晒喺度啦，已經好冇反應啊！哦耶！見唔見啊？嚟一個！開頭已經係好運氣啦。哦，原來係運氣嚟。運氣。 8月25號記住入場支持點播啊！沙燕，其實係咪真係有沙燕噶嘛？誒有啊，真係有。係啊。係啊，咁啊，總之如果你想知道點播係點解，同埋入去感受下嗰個熱血，一定要睇，真係好好睇。我睇咗5次都覺得好好睇。係啊，好，一定要大家一齊去睇下。好， 8月25號。 8月25號點你播。